那讲到北家将伫咧家己这个所在，上加野的时期上济捌有30个家长堂，所以家己遮忙复红或者是家长窟。今年2025年，团结中心伫咧家己举办顶头艺术文化活动，这一届有为全国各地来的20外个家长团做伙来参加，希望透过采价、甲体验等等的活动，互民众更加了解家长的文化。北家将是家将观众秀顶顶的顶头家将，早时啊伫家己市地中央陆续来拜神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的顶头艺术文化展演，到达已经第5届，头摆来到有家长区名号的家己市来举办。希望呢，透过呢中央、地方的一起协力，官方、民间的一起合作，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具有草根性，也最具有独特性的这个神将的文化、信仰的文化，它把它的艺术价值能够彰显出来。活动的第一天，各地市长团都为家己市地中央出发，去到家己市城隍庙了后，再来到活动现场的家己市文创园区。参与的顶头奖团拢表示，透过这种活动，唔有互相交流的机会，嘛后民众会当入捌家将文化的丰富甲多元。这个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咱有在邀请全省各地这优质团体来作为来咱家共襄盛举，一起来推动发扬这家将文化。咱发扬出去吼，大家较会一寡较清楚咱淡江一寡的家将的文化，袂使讲看到就是拢到尾拢啥迄个家己啦，台南遮的北家将是家将这个系统安尼尔啦，嘿。活动除了采价以外，下晡时啊，伫家己市的文创园区内底，阁有家将文化的体验活动甲奖团定化的演出，请真侪民众到现场来参加。蔡点林表示，希望透过这连续2天的活动，互民众会当亲身感受家将文化的艺术价值以外，嘛会当互社会对家将有新的看法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